众朋友，欢迎收看福气来今日个项目，我是阿明哥刘浩明。你最近有几好看足球比赛嘛？其实4年一摆的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其实几多人去看你的节目。虽然讲我哋台湾几少人踢足球，但是足球喺全世界人最多人搞嘅一个运动项目地方。我哋今日有请到喺两位来宾，係来自我哋平东科技泰福足球队嘅两位几年强嘅一个足球队员。其中有一只几年强入係我哋國家嘅足球隊嘅隊員嚟哦，我哋馬上嚟歡迎我哋嘅起身，同我哋嘅狂熱嚟攞嚟現場。起身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嘉義嘅起身，還有我哋嘅狂熱。大家好，我係來自新竹嘅狂熱。好，我哋兩個人其實都係行業啦，哈。起身係哪邊的行業啦？我是嘉義的。嘉義啊，爸爸是哪邊的客家人？爸爸也是嘉義人，可是我們的祖先是來自新竹的。新竹，那在家裡面有沒有講客家話？在家裡比較不會。那狂熱呢？你係哪邊的行業？新竹江寧天人。哦 ，OK， 崇寧那邊的。咁，問鐵路卡有講客家冇？有啦，老奶阿媽、阿爸、阿妹、阿婆，多少少話要講。因為我哋今日啦，嚇，同睇人世界係足球，因為其實足球喺我哋國內嚟講嘅話，其實唔算一啲幾多年啲嘅一啲運動項目啦。其實我唔算一幾年嘅嚟多年啲嘅，但是比起我哋呢棒球啦、籃球嚟講嘅話，其實還是幾多年啲。嗰時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了解一下講，而家足球它有樣嘅一種比賽嘅方法吧？足球有分成11人制，然後8人制，然後5人制，然後也有3人制。哦，有3人、5人、8人、11人係咪？咁你係咪同我哋了解講，它有5人制同11人制冇相關地方嗎？所以說起身現在手上拿的是5人制。對，沒錯。所以5人制的一個賽制是怎麼樣？它是它有打幾分鐘，然後踢幾分鐘，然後它是怎麼樣子結束呢？它上下半場是各20分鐘，各20分鐘。然後正式比賽的話，中間會休息10分鐘，會到休息室裡面休息。對，然後下半場在兩邊互換的球場進行比賽。那5人制的話，它本身就是說，最後整個40等於是全部玩的是50分鐘嘛，對不對？20、10休息10分鐘，然後再20，對，50分鐘，40分鐘，全部是40分鐘，中間休息10分鐘啊。對，那就不納入在正式比賽的時間內。那這樣等於是40分鐘比完之後，就看誰踢入球門比較多的就誰贏。對，是的。那5人制跟11人制的差別，除了球員的多寡之外，像5人制有分什麼後衛啊什麼之類的嗎？它只有分守門員，其他的位置因為它是自由轉動的，因為它會有不同的位置，它的速度比較快。速度比較快，什麼意思？什麼叫速度比較快？因為他在反攻的速度，他可能現在第一球過去到對面了，下一球可能一下子又回來了，不會像11人制，可能球已經在對面的半場，可是很久很久以後才會再回來自己的半場。那這兩個5人制跟11人制的，它的球場的大小也是一模一樣嗎？不一樣，它會有分5人制的球場比較小，大概跟籃球場再大一些而已。那11人制的球場大概就是5人制的球場4個5人制的球場大小。哦，所以說其實比較起來，因為它本身球場小，所以說它其實球要傳回來其實是很容易的，只有很快就可以傳到就是回到半場裡面去。但是相對的，我們11人制的，因為就像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那麼大的一個場地的話，其實要傳回來其實是沒有那麼快，再加上人那麼多，其實可能會傳來傳去，所以它並沒有速度上並沒有5人制那麼快就對了。是的。剛才還沒同埋啲狂熱同埋小雞下講，11人制嘅話以體育打一球，然後形容比賽嘅方法吧。全部時間係90分鐘。90分鐘，是全部加起來90分鐘嗎？係，差唔多90分鐘。嗰數上半場45，下半場45，係咪？差唔多。OK。咁將我哋嘅90分鐘嘅話，譬如講我哋頭先我哋嘅起身有講，其實5人制嘅話其實冇分嘛嘅比較，但是11人制有分比較。有分動作。像是有前面是前鋒，對，然後還有中場，還有後衛，然後再來就是然後最尾的守門。對，守門員。前鋒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负责把球射进球门。对哦，前锋是负责把球射进球门。对，那中场呢？中场可能就是他会控制整个球场的所有的球的传的方向。跟后卫呢？就是负责防守，不要让球进球门。可是问题，各种你比如讲，人家盘在上面讲，人家前锋3枚，中卫3枚，后卫4枚，也是一个标准的一种排法吧？还是讲你的教练不同样？其实要看球员性质跟教练排法不一样，有分很多种，所以要看自己怎么去排。刚刚想问一下起身吼，因为你这个踢球踢过球，我想问一下吼，像以头都讲的3门 V 将，好，像他刚刚说的3个位置，前锋、中场跟后卫。怎样的人适合前锋？怎样的人适合中场？怎样的人适合后卫啊？前锋就是速度要快，得分要会拿球，得分要是把握性算是比较强的，突破性要高，侵略性要够。那中场的话，就大概是球场的，算是一个球队的心脏，对，因为他需要掌控整个局面，因为他是在正中间的。然后球可能有左有右有前有后，他是需要去分球的，算是一个大脑。那后卫的话就是他已经是守门的最后一个防线，然后他需要转换方向，因为如果球现在因为球场是大的，他需要从右边到左边，左边到右边，通常都会经过后卫来转换方向，这样子。就是变成说，你要攻击的方向不同的时候，是由后卫来去决定我们今天到底在往左边跑，往右边跑就是了。然后中场就是负责就是几乎是把球拦下来的那一个角色，但是前锋的话就是说最后我们要攻击球门的，就是要攻击球门的时候，几乎就是球是交给前锋，是这个意思吗？那这样子就体力上或者是说跑步的速度来说的话，是有这样的差别，比如说谁跑得比较快，可能就是谁当前锋，或者是说谁是控球比较稳的，可能是中场之类的，有这样的分吗？会依教练他自己的想要让选手的下场的位置，还有他的能力，通常会是这样子分配，没错。可是，在比赛的时候，还是会有在场上调度的时候，可能中场会跑到前锋，或是跑到后卫，也有可能。可是我等于讲，你的教练有这个安排，有差不多啦哈。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哈，想问其实你这个哪位可以是踢足球呢？我小时候就是学校就是足球为体育的主要项目，然后因为小时候2年级的时候有踢过足球，可是后来在3、4年级的时候有停顿，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为了要功课比较重要，然后家里也管得比较严，后来我就做了比较不好的事情，我偷了家里的钱，对，然后后来因为导致整个学校都知道这件事，后来学校就是觉得说要不要让我去踢球试试看，让我转换一条跑道，改过自新这样子。刚你给时间我感觉讲，你那么小去踢足球，那个时候不觉得很累啊？累是不会，因为那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是一个兴趣，是开心的。是开心的，所以说那个时候，让你选择了另外一个跑道之后，其实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的。那个时候，因为你自己说你的国小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在发展足球的，所以说你那个时候就直接加入了足球队。那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以你小学的那个记忆来说的话，你那个时候进足球队，你平常的训练是怎么样？因为国小我印象中就是比较多的基本动作，然后个人的一些动作，因为要培养自己的个人能力，所以通常不会有太多的战术啊、配合啊。所以，但是问题是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停了2年了啊，对不对？你5、6年级才开始加入了，那时候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吗？影响的话，对国小我觉得是还好，因为中间还是有持续的，也有体育课啊，还是下课时间、课后时间，也是还是有接触到足球。所以说，对于那个小学的那个，你其实听他2年就是其实没有多大差别，甚至说可以后来还是可以补得上去了。对。那后来你这样子念了国中之后，国中也是像这样足球的话是直接念体育班吗？国中的话，因为我们在
那个地区，国中是没有体育班的，所以我们上去一定是都分类，就是分开，我们都是分在不同的班级。后来我们有一些就是读书，然后有一些就是分到普通班，像我自己就是普通班的学生。然后因为我自己算是比较好动，然后比较不喜欢去读书，所以我也是会往足球的地方迈进。可是那时候足球是以社团的方式还是说体育老师学校有另外组一个足球队让你们去练习？学校有球队，还是让我们这样子去练习，一起组起来去练习。但是平常要上课，然后可能是早上下午的时候去足球队里面运动，去练习。是的。那高中也是这样吗？高中的话，我就选择了去体育班，到比较正式的训练，就是早上就是比较规律的上课，下午就是正常的训练。因为是什么？因为你后来高中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屏科大？因为屏科大对于你们来说，对足球来说是一个很重点发展的学校吗？它对足球来讲不是，因为它算是一间科技大学。对，因为踢球在台湾这个环境说踢球不能是靠饭吃，因为它毕竟没办法一直养活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另外一技之长，所以我选择来这里，可以多元文化，然后多学一些东西。你变成讲，你来一片以后，除了踢球以外，你蛮可以读书不错的人哦。那孔英哦，你这个对中央迄办事都踢球的咩？唔係，我係練球隊嘅。哦，你練球隊嘅，咁你後來會參加人家球隊咯？因為到太好嘅時間，那就想嚟做運動，大家當做興趣啦。咁你人生能揀入去足球隊啊？唔，以前有冇踢足球嘅？對你嚟講會幾辛苦？唔係咧，因為該貴重時間就對了6年就唔會動彈啦。可是問題係講。這個招標是可能唔會輸一點，但是一定會踢球會盤球嘅人，又唔會更能用咯。應該說，我會努力去追上他們腳步。OK， 好。嗰時就變成講，其實來嘅時間再去加好一點的訓練，對你來講嘛係一種新的挑戰咯。其實兩個聲音呢，對過好足球還是變成一個國術來講，其實伊個走過道路，能可以變成今日一個結局。就是下我哋下我哋埋過道一點的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我哋今日的来宾係我哋屏東科技大學醫生，還有孔英，伊同我哋講，伊的興趣會變成一個足球員咧。我想問一下醫生吼，這個以前你對高中嘅時候就開始在踢球嘅嘛？吼，記得你在高中嘅時間，其實開始他跟你入一個團體嘅生活時間，有印象過什麼事情嗎？因為我們高中都是住在一起，從我高中開始就是住在一起的生活，在以前都是住在家裡。所以我們高中的時候住在一起的時候，會感覺特別不一樣，身邊會沒有爸爸媽媽的感覺。嗰時間你睇比賽嘅時間，有幫你嗰種印象過什麼事情嗎？高二的最後一場高中的聯賽，算是高中的大比賽。對，然後那個時候在比賽前，然後我的阿公他去世，他剛好在那個時候去世，然後家裡就有打電話給我，後來第一句話就說我阿公去世了，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很猶豫說要不要回家，因為剛好過2天就是比賽了，我就跟我們教練講，教練就說叫我回家，對，不管怎樣就是一定要回家，沒有第二句話，所以我回家，我還是回家了，可是回家過沒多久，我就又出來了，然後隔2天我們就開始比賽，其實比賽的時候就一樣是平常心，跟平常練習的時候是一樣，然後我們也很順利的贏得冠軍，然後在那一刻我就瞬間的崩潰，
就是整个哭出来，莫名的一种压力，整个哭出来，哭到比赛结束，整个收场我还在哭，真的那种压力。佢唔係係因為養係教，還是講遇到阿公思念阿公教你這個題目？我覺得都有，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死亡，所以身邊突然少一個家人的陪伴，所以就感覺得莫名的不對勁，所以莫名的壓力也突然溢出來，所以就突然崩潰了。因為也係啲鬼從我看到嘅情形，都講我哋有時就一定人過身以後，其實我哋因為講我哋你哋可以繼續行下去啦，但是到最尾你會發現講其實冇辦法，有啲人都真係對我哋咧身邊都離開嘅，可是其實就我感覺到講，已真是這樣的。那孔英咯，你這個其實太年人開始踢足球，你有印象過什麼比賽嗎？就是有一次，应该是说去年底的一场比赛，就是在桃园，对，那是资格赛，就是那时候教练还有队长还有队友都还蛮信任我，就是有让我上去比赛。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对，那时候我们是2-1，对，那时候就是有队友传给我，然后没有射进球门，然后就很崩溃嘛，觉得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教练，对不起队长，对不起队友，对。那一刹那，你会不会想把自己掐死？就是那时候是刚好是在90分钟，对，比赛结束前，然后只要赢了那场比赛，我们就可以进入全国前8。然后我自己就没踢进，对。唔怕啦，你哋原來有你最重要嘅想法。頭先講入咩隊長歸聲音，你的隊長係乜嘢？啟勝。哦，你們隊長是啟勝啊，真的是不好意思啊，真的是失敬。這個做隊長，應該講做一個足球隊嘅隊長，要有乜嘅特質嗎？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領導的能力。領導的能力啊，你的領導能力是什麼呢？要有辦法去說服的隊友啊，要跟他們講說需要做什麼事，要帶領他們，然後一定要做一個比較好的榜樣。不能說我現在不來練球，可是別人就要來練球，那不行，那球隊很快就沒辦法支撐住。我相信講前面要做一個球隊嘅隊長，也嘛係因為人嘅教練看到有安嘅特質啦。但是我想問講，也係呢特質係咪以前這個因為本地人都還是踢足球踢到太尤其係踢高中嘅時間有團體嘅成分，然後別人有安嘅特質啊？我覺得是我高中的時候，可是我高中從來沒有當過隊長，可是因為我的位置是在球門，所有的在5人制的方面來講，球門算是一個大腦，一個眼睛，所以我有辦法去管控整個球場的局面，就因為守門，所以在平常的時候，我就是說我可以去跟他們說要做什麼事，去帶領他們。嗰時頭都唔能嚟講嘅話，等於講球門啊，嗬，唔係像係等於咁樣感覺到講，如果你啱撞一睇嘅掟球來係咪？而嗰種其實係即係嚟講，其實球接那用嘅攻擊呢，係用球門來接踢呢？是的，是的，因為球一定是從中間開始，可是不管怎樣，一定會到球門的手上，因為要得分。可是我的責任就是把球擋下來，幫助下一個進攻。不是只有單的把球擋下來，嗰時候就變成講，企喺球門，但是唔單止都把球擋下來，嚇，而話天數下一擺進攻嗰時睇下，所以我哋而家看到有啲樹頭係咪我哋球門全部用嘅樹頭啊？是，這個是11人制專用的手套。咁有乜嘅規定嘛？譬如講有罰圖啦，有乜嗰種長圖有規定冇？它只有依照手的大小去做它的設計，可是不可以在手套上不可以有任何的金屬的附在上面的物品。咁仲有鬆鞋咯，一般嚟講，唔定你踢足球嘅時節，一定要着擋鞋係咪？在草地上會比較適合穿釘鞋，因為如果穿平底鞋的話，會有滑倒
比较摩擦力就是比较小。穿钉鞋就是比较能抓住泥土啊的材质的地板。刚前面也说到，看到了某档案呢，它是什么时候穿的？比较适合在室内的无人制、平地的、水泥地的或是木板地的球场。因为我们常常会在那种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有一些很所谓犯规的动作，譬如说去绊人、恶意的绊人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样子常常会造成你们在运动上的一个受伤。那我想问一下启胜说，对一个足球队员来说，他最常见到的受伤是怎么样的受伤？最常遇到就是最基本就是脚踝的扭伤。脚踝的扭伤，对，这是小伤。是自己扭还是别人扭帮你扭的？都还是有啊，对，两者都还是有，对。然后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遇到十字韧带断裂，或是半月板的破裂啊，膝盖的一些受伤。你这个有受伤过吗？我在以前踢球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日本，帮那个日本队他们少了一个守门。然后我就去帮助他们守，可是因为天气冷，感觉不出来当下，所以我的动作姿势是错误的，我就把我的脚内凹，然后坐下去，然后当下其实是很痛，可是在你的血液在流的时候，身体在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感觉的。然后我的膝盖的半月板就刚好被我压到，然后就裂开了。刚才听日本比赛如受伤啊，刚你有过来哦？没有，我当下其实就是因为天气冷，所以其实感觉不到，然后加上自己的身体热，也基本上都感觉不到。可是，在休息后，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然后就痛到回来到台湾，其实过了1个礼拜了，已经过了1个礼拜，痛1个礼拜。我就才去医院照 X 光啊检查，然后才知道其实自己的半月板已经裂开了。那你也忍了很久呢哈。那半月板裂开的话，你大概休养了多久？我印象中我大概休养了将近快1年。其实医生已经建议我说可以去开刀，可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就是休息。让它自然愈合，对，让它自然，它是会自然愈合，可是时间是需要非常非常的久，所以说你选择了让它自然愈合，可是这1年你就没有办法踢球了呢？还是会多少去偷跑去踢球，对，可是还是会有一些训练，帮助恢复的训练还是要做，那踢球就是高强度的训练可能就没办法。故事上变成讲，踢足球一部分，等你可能要与独到的这种运动的上块按到吧。像等平常在练习某个考试比赛时，等会有哪个讲暖身的运动吗？就是做操。做操什么样的操？像伸展，对，伸展操，然后一些慢跑。慢跑。对，还有一些拉筋这样。那你平常要做运动吗？有规定讲早晨要做8千，下晝要做8千，有安尼规定吗？冇诶。咁你这个有本身喺操做练讲做白话，你这个平常会有训练这个吗？有，就像那平常时间那球队系练差不多3天，那自己有练差不多5天，加2天呢就去就对了。运动打球，好，莫言还好，因为你们的学校其实有一段很长的山坡嘛，哈，你们会跑那一段吗？我们如果在比赛期的话，会比较需要到体能的训练，我们就会我就会去安排说要有那个校园的跑校园，或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湖，对，一个人工湖，最后面那个地方，对，我们那边就有很多的上坡。是，我们就会到那边做山坡训练。是，对。可是你嘛会利用你的学校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伊开始做训练。咁你这个做对种做研究以后，你这个有感觉到讲，在一般的像唔係像安尼完事，像我行到太人，踢得过创业好嘛呀？我们第一个一定会先让他喜欢球，让他喜欢足球。所以会先用游戏带动他，对，用游戏带动他，然后再来就是
可能会进入一些训练的主题啊，因为毕竟他从来没踢过足球，所以我们一定会先给他一些球感、基本动作球感的训练啊，然后让他就是像国小一样，我们会先让他试的是自己来、自己完成，所以会有一些1对1个人的东西。到后面真的技术上、判断上都 OK 了，我们才会有一些配合啊、传球之类的动作。虽然讲晚些时间因为做唔少事情开始练足球，但是足球对起身来讲，其实伊係一個最尾變成一個國家隊嘅隊員。休息下我等下我都同講一段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平常國際太好足球隊嘅起身，還有抗演同人講踢足球嘅時節，會遇到嘅一啲事情，還有可能會受傷嘅一啲部分。我想問一下起身吼，因為我哋講唔止加有200年批我哋嘅 U20，和一啲國家隊，當初都會必先去國家隊呢？因為我們高中的教練他是國家隊的球員，然後他剛好在 U20的時候。他被選，就是被指派當我們的總教練，所以就有這個機會下，就是被提名到國家隊去訓練。咁因為講國家隊同一般嘅嗰種學校嘅隊伍，其實係無強嘅國家隊，係等於講我哋民意嘅學校最好嘅選手，然後成員去。可是因為係有看到其他人有乜嘅想法？因為我們高中其實我們是蟬聯很多年的冠軍，我們是連霸軍，所以其實大概的那些選手，其實我們大概都知道是誰，也都認識，所以來其實我們都是互相的朋友，所以也沒有說特別的相較之下說不同的差別，對。等於如果其實像我們哋按嚟踢足球嘅人，其實踢球以後吼，萬人過厲害，萬個學校萬人過厲害，其實體育路已經低嘅啦。我等於講，要當然先於國家隊以外，對人來講其實本來都幾正常嘅。可是呢啲嘢蠻唔算係唔熟悉嘅人。但是每年嘅國家隊常常會同國外嘅人比賽，但對於國外比賽嘅人來講話，要感覺到講，幾多國外嘅人踢球嘅方法，無論講佢哋戰術係同我哋國家冇共樣嘅呀。我覺得在台灣其實跟很多的國家來比，其實相較之下，足球這個項目其實差很多，因為台灣沒有足球的環境，然後我們的也是亞洲人，所以我們的優勢其實沒有特別的優勢，就是身材上沒有優勢。像歐洲人啊、美洲人，其實身材都是有優勢的，所以我們在這個方面其實要加強的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咱嚟講嘅話，就變成講，其實日本人同我哋嘛唔會講差幾多啊，但是中華日本其實也今年的足球一路越來越好呢。因為他們的文化跟我們台灣的文化是比較不同的，他們算是一個比較想要去好勝心強，比較算是戰鬥的民族，所以說他們的文化跟我們的文化相較來講，我們就是把運動就是或許把它當成是一個健康啊，或許就是一個休閒興趣，可是他們就是會想要去贏啊，想要把它做到最好，一定要做到最好這樣子。從咱哋呢啲曾經參加過國家隊嘅人來講嘅話，吼。你係咪因為講我哋啲國家冇一啲職業嘅足球隊，好像我哋職業棒球隊一樣嘅，嗰時候都變成講我哋啲新人咧發展嘅時期，其實最尾都發展到大學都冇一啲下一步嘅，嗰時候見啊幾多年冇辦法對完成，我哋都立志變成一啲職業嘅足球隊，但是喺日本其實係可以嘅。我覺得影響算是很大，是在台灣的11人制。算是有慢慢的形成，說要有職業隊，就是半職業，可是也不能說完全就是職業隊，像其他國家的職業隊這樣子。可是我的項目是5人制，可是在台灣就沒有職業隊這個，所以通常都是學校或是你平常就是踢5人制
才会去踢。像我哋从头谈到我讲啊，等咧比如说啊，等咧个球队啊，啊等异地训练啊，比如讲啊，等去配合地方去训练，做嘛还要有异地训练啊那东西咯。因为你在台湾国家队就是已经是在最顶尖的阶段了，可是，在台湾你要找到其他一样的对手，其实是不太可能，所以你一定要到其他的国家。跟那些其他的球队相较，这样子才会有差别。嗰種異地訓練嘅意思，你講我哋到匹等嘅地方去團匹等去比賽，安尼把你哋講可以學習無同樣嘅一種踢球嘅技術，同時嘛可以去學習匹人嘅一種球隊嘅文化都差嘅啦吼。咁我想問一下講，你這個其實已經下，比如明年如果畢業嘅，咁你對未來呢有乜個打算冇？因為我現在不是，我算球員已經結束了我的球員的這裡的，然後我就想去當教練，對，我現在也是在走教練的路，所以我有接一些學校，國小的學校去教，然後因為台灣的足球的問題，其實不是在大人，是在小孩，小孩如果願意踢。其實他到長大，他還是會踢，所以小孩子的基層啊，算是台灣的基層比較重要。所以我想要在我的未來，我的重心，我想要在小孩子的基層，在這邊發展，當教練，培養他們。對。咁從前家你教練的話有真正或者要考試嗎？有，還是有需要一些協會，算是國家規定的協會的一些。考試教練的考試啊，或是裁判一些規則，因為教練還是要知道一些規則。對，會有一些頂尖的，算是亞洲的考試，教練的考試會有 C 級啊、B 級啊、A 級啊，到最好可能是職業的，就是 S 級的教練。對，咁你這個有在準備嗎？有，我目前現在因為教練的考試都需要在20歲。然後我目前也是在20歲，我現在考到了 C 級的教練，基本上我都已經拿到了。對。可是已經未來嘅未來已經開始在打算嘅啦吼。咁狂音咯，你這個目前畢業，你這個對未來有冇打算啊？因為我係做該農業嘅，那不該係做該吃豬鵝，還有走該咖啡，所以我可能以後會想要回去接家裡的事業，做一些肉品加工，還有一些其他的，對。可是你可能會暫時唔會去做足球的教練，係咪？沒錯，當做一個興趣，當做一個運動，對。咁你像人哋到我哋屏科大以後，人開始去練足球啊。你那個足球隊，我記得嗰種幾多外國人係咪？是還蠻多外國人的。這麼多外國人哦。算是學校跟他們的交換學生，或是有一些留學生這樣。咁伊平常伊講係講國語、講中文還是講英文哦？英文。講英文。咁你話蠻有一點反應哦。來。你變成有反應到嘅。可是你變成隊長有什麼指示，就由你來翻譯成英文給他們。中文、英文。可是你平常兩個人平常如果常常會聊天話咯，係咪？常常就會在一起，就對了。那好，咁最尾你講，我想問其實呢，這個行嘅研究嘅哈，你希望講能國家對足球做乜嘅改變嗎？國家的話，我覺得現在最近這幾年就慢慢的會有比較多的金錢，因為不管怎樣，你要做一件事。你需要又有錢，你才有辦法做那些事，對。然後要培養小孩子，你還是要拿出錢。所以現在國家就是教育部啊，或是一些政府比較願意花出那些錢，然後放在小孩子的身上，讓小孩子的足球越來越好啊，就是基層越來越進步啊。國家隊說真的。踢到國家隊，你再怎麼樣，你只有23個人可以上場。可是，在小朋友，你有30-40個人在踢球，真的會有到國家隊，裡面可能只有1個。我們就是要培養出那1個人，到未來當上國家隊，
可以为我们的未来去打一片天这样子。可是伊的运动啊，唔单止可以改变伊的生人的一生，其实伊个运动嘛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运动的风气。今日可以感谢两位来到我哋现场同我哋讲足球的故事。好，希望主持人，希望大家，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咪有运动加油站哦。电视机头前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运通加油站，我是运通甜心阿娟妹。今日我同大家小姐嘅运通系足球，足球没有人讲脚球，足球喺世界上系最普遍，咪系几多人哋嘅运通哦。喺美利国家各行各业嘅人，都会有人对足球嘅发通贵有兴趣，咪几多嘅人会去关心，无论系睇贵乡下嘅总条。今日嚟睇到嘅足球比賽，也係到全世界嘅足球比賽，其實規則都係共用嘅。盡講一句，就係無論小比賽、大比賽，規則都係共用啦。不過到底足球比賽嘅規則係乜嘅呢？我一下就帶領大家嚟認識咯。Let's go！ 喺認識足球比賽規則以前，我哋先嚟認識一下足球場。兩片卡長嘅線係邊線，兩片卡短嘅線係球門線。球場中線同球場八做兩個板場，另外球門線又按做大線，係講球本踢球隊伍嘅球員踢到球門線嗰邊，就由雙方球員對球門旗踢球門球開始比賽。係講雙方也隊伍嘅球員踢到球門線嗰邊，就由踢球也方球員來踢角球。一場足球比賽要由兩個隊伍來比。面對雙場嘅隊員都總唔得超過11名人，其中1名人係守門員。喺講睇比賽嘅時節，有一隊冇到7個球員，咁樣比賽就會結束咧。足球比賽有分做上半場同下半場，每半場嘅時間都係45分鐘，半場同半場之間有中場休息，時間都唔會超過15分鐘。基本上，一場足球比賽上下半場加起來係90分鐘。不過因為萬人也係處理受傷嘅人，會浪費時間，故所睇下半場嘅前面會進行補時。喺比賽當中，一旦嚴重犯規，就可能會被裁判判黃牌，也係紅牌。那係犯規過嚴重，也係提示犯規嘅球員，裁判未做得直接判以紅牌，請球員隨時離開場地哦。紅牌同黃牌嘅效果會繼續到下一場比賽，故所係講也從輸到一種紅牌，唔但將按樣時離開場地，下一場比賽唔係總唔得雙重哦。喺今年嘅運通加油站4單元，大家對足球有很強認識冇呢？不過唔單止安尼哦，其實足球嘅規則還有幾多要注意嘅所在。下一次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小結有關韓卡多足球嘅比賽規則，要記得準時收看哦。拜拜。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運動又來嘅，謝老夫先生今日教大家運動哦，請大家記得我哋向下來運動，準備好嘅冇？今晚我哋來介紹目下重要嘅電影，今日同樣咧電影坐定來向下來運動。第一日我哋電影呢，是唔係有輪嘅一固定燈，是唔係遊來遊去，我哋運動危險。我係安全哦。另外，我哋準備一啲面派，但係我哋先配合電影來做運動。一萬冇用到，我哋提集行來、數行來，表下電影行。一萬都開始，我哋來坐定電影，半天坐好來，開始來我哋電影嘅運動。第二咧，我哋教大家。也咧非常適合我哋老人家哦，如係我哋咧手要想順軟，要骨不順軟，好我哋嚟練習也咧動作哦。第二咧手變定變穩來，手變好頭腦對後面看，
我哋嚟念10秒鐘，1、2、3、4、5、6、7、8、9、10。過來再轉過來，數一變好來哦。轉10秒鐘我哋同我哋鏡頭放上來，1、2、3、4、5、6、7、8、9、10，再嚟揾片哦，錯，非常嘅好，轉過來慢慢地轉哦，數揚上來，1、2、3、4、5、6、7、8、9、10，再來揾片哦，1、2、3、4、5、6、7、8、9、10，動作記下，身體愈來愈健康哦。1、2、3、4、5、6、7、8、9、10，再揾片。1、2、3、4、5、6、7、8、9、10。要剛剛安尼數，就可以順順，腰骨順順，一路安尼鏡頭放開來，對我哋身體愈來愈好哦。等下我哋有時間再繼續，也咪嚟做前面，從個前面啦吼，幾乎的差唔多15公分，坐上來，穩定吼，我哋路數打開來，慢慢地對前面，分先描到兩邊的腳，不用輕鬆，再慢慢地數揚上來，看檔後，慢慢地再變落來，是的，讓你慢慢地落來哦，安全啲咯。慢慢地上來哦，數揚上來，慢慢地再擺哦，慢慢落來，揚上來。慢慢地再落來，數再打開來，慢慢地落來。慢慢地放起來，相當的好，有看到安尼鏡頭，腰骨仲挺同倒的安尼，棒棒安尼鏡頭變上來，對安尼老人家身體健康真有幫助。也咪安尼腳筋，打下兩邊的腳筋打開來，喺嚟腳筋變上來。數變一片，慢慢地停通，打開來哦，安尼嚟念20秒哦，1、2、3、4、5、6、7、8、9、10、11、
12、13、14、15、16、17、18、19、20、25。不刚刚俺哋腳順揚咯，俺哋係黏下嚟，冇俾人順揚咯，不用上來，不用上來。再嚟做2次下，腳緊，翹過來，俺哋用20秒哦，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俺哋腳緊thì不用上來，咁唔會掹到。腳不順thì捶啊，腳順咧捶啊。腳捶啊！坐定呢個本唔驚掹到安尼唔會掹到，個安全。繼續俺哋嚟用嘅係人哋面派，ตัดถอย面派。俺哋用手綁定，先來運動一下俺哋身體，避難少來，身體不用強鬆，還有鬆下，上面，下。再一擺上面，要麼俺哋同面派用力轉訓練俺哋手嘅力量用力彎一片，用力，再來去看心理轉過來。轉過來，最尾一擺最尾一擺。基本上俺哋簡單同前面後面俺哋講一擺，有啲面派先好用，前面後面當空下轉俺哋身體。一般是轉行來，用俺哋等你嘅動作，還記得人哋前面看後面，用俺哋腳記得撳住不用上來，打過來，用腳嘅撳不用上來。打過來，安尼大家好唔好冇？好運動，先攞副先生，安尼下一擺見面咯。